来讲内阁相关的代志，8月3以后，内阁调整的队形，民进党党内引起讨论的声音，党团内部正在研究发动联署改选这个干部。外界认为讲，这个就是针对总调郭建明。对了，民进党立委赖水龙开头一枪公开表态支持改选以外，总统赖清德今日嘛罕见表示讲，若是党团的改选，相信会更加符合社会期待。针对这点，郭建明无回应。 如果党团做改选，我相信会更符合社会的期待。内阁改组，总统赖清德的意思，民进党团派对着阵，这项压力排山倒海，扫向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，因为党内早就伫咧急要联署改选总调。 来看这份联署单，传出是府县高站访兵，由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调集派系会议，传达改组党团的意志。文件内容嘛明确要求，包含总调在内党团干部爱伫咧本会期重新改选。我个人事实上也是有拿到这个联署书，然后我自己已经联署了，但是我还没交出去。我跟总召有做过一些沟通。 民进党立委赖水龙并且普文开出第一枪表态支持改选，化成愿意和郭建明上尾分流的王世坚嘛加入联署行列。我有拿到联署书啊，我也签了，因为我认为我们党应该迅速的回应社会的期待。最后的温柔是永不止息啦。另外，民进党立委林大华反对北京，昨暝公开表态未参加任何针对性联署，强调党支之前要哪会堪这全党去怪罪是一人，不过主动请示干事长吴思瑶，马来讲心内话。目前为止，我本人也没有看到这份联署书，我想也应当没有人敢拿给我吧。有心要定建立新思想、新制度，党内开始有检讨的声音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何明华发出5点行动提议，请赖总统认真看待咱的危机。真济地方民代嘛共同声明，呼吁党中央东山再起，人民的心声咱才会听入耳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